受到风台还有大水害影响，这菜市价格贵的起起来创下新高，连国内汽油的价格也是连续起5改。外界也伫咧烦恼讲，敢会搁再超过2%的通货膨胀率经济线咧？根据着主计总处上届新的统计，7月消费者物价总指数年增率涨到1.88%，平6月有较悬小可，预测这8月可能就是超过2%了。民众徛伫单位头前，拣物件并且比较介绍，拣来拣去，因为着风台大雨影响下，中南部农作物受损严重，菜价也大起。本来25，现在卖35这样，要吃多少就买多少。人口也不多，所以该买的还是要买。根据台北农产文销公司交易行情介绍，因看到，像是牛头仔豆介绍，风台进前一斤大约是60块，车到上悬来到一斤115块。另外，高酸的高丽菜一样是一斤30块左右，酱一斤爱56块。面豆啊，更加是一斤爱330块才买得到。番茄是轮进式的，一直攀上去，所以它结的东西风大下大雨，它只要一软，塌下来就没了。那小黄瓜依然如此，果实类有时候就是不经那么。除了菜价一直起，过来汽油介绍也连续5摆拢起，总共起予达到每公升1块7角，也写下2020年5月以来的新高价。互外界关心通货膨胀率是不是重回2%警戒线？根据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，7月消费者物价总指数 CPI 年增1.88%，比6月较悬。1月到7月平均比顶年同期起2.26%。17项重要民生物资 CPI 年增率是4.66%，依然是在高点。这个月1.88比上个月1.75还要略微扩大一点。暑期旅游旺季，那娱乐服务的需求增加，蔬菜有受到7月下旬台风的影响。还有油料费呢，受到国际原油行情上涨的影响。另外，8月 CPI 年增率预测，主计总处认为所在受到天气影响、甲国际原油价格影响，有增关的机会伫2%以上。不过有价所在价格可望伫8月下旬慢慢落来回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